这位先生可是万个万郎中，先生真心大义，免责姓蒋名司藤，先生在下万个。就问蒋先生大名，不知今日光临安舍有归国，实需万个相助。光临不管，帮助倒是十分需要。先生亦有病患，外家原无济事，无病无灾，无用万郎中一套相助。不过恐怕先生从未遇到过是此难开的此法，因有你乃之证，唯一不能拒绝。是有是非，却着做人无从逃避。蒋先生只管逃来。好，万郎中爽快。蒋司等无事不登三宝殿，邀请万郎中高抬贵手，放李他肯我走。李他是我的娘子，可他与我订了婚，李大先是我的娘子，可现在不是你。一个知书识礼的郎中，请算托人自请。到底是谁得谁的妻子？我来问你，你们是父母之命，还是媒妁之言？我他两情相悦，才嫁还是三婆当年，李德子女家道万家，并立的就是江某人之妻。范郎中，范郎中既以原无济事为念，持贫救人，与臣为传，难道我还看不成了他的心情？这好。待我交出李大，当场访问真情。李大在，你听到了我他讲的话？像跌了牙，心肠上比梦中更漂亮。官人你唤我来当场，有事也快言讲。先生与我来商量，要将你带走去海上，泼出去的水金子汤，嫁出去的女富家养。你对我发誓永远守望，怎能给我压在家新郎？李大，你一再多年无音讯，在堂的灶头也变亮。放几软结成汤，去为一杂杀用脏。一杂无用起路旁，人非草木无思想。
放天下，迎宾四海无他了，理他是他牵手长。闻听此言，心急堂娘，此人并非母亲今番他将真情吐不忘我。我时时刻刻默默将他挂心上，那你为何望穿秋水，不管下场离空气里得来无恙，莫非你大名还在榜上，还是要送君三月郎当？那你管他去赌一赌吧。寨主，不顾不能在我家多停。江先生，为娘李大三思，做出决定，请明日来听为宜。遵命。救我了一个病家。你寂寞呢？他在镇里营帐。他还是要走？嗯。哎，弟弟，等一等。弟弟，刚才官府派人来找蒋司藤啦。官府来找蒋司藤？嗯。他们说他当年杀了船老太，案子审理了结，原来他是个杀人犯。
此事一言难尽啊！你知道南京？当年我恰好去海岛采药，因要为那个帅老大念诗，发现诗意因着穷欧中无伤之事，不像是血意谋杀。官人，官人，你都听到了？官人，你快去向官府澄清，借助蒋士等的通缉令，这样可以吸取蒋士等的才名啊！是啊，我救下他，让他归在我的娘子你的继母。这你要是不举的话，他就要去吃官司，甚至要抵命。官人，你一定要拒绝他。谁让你去和他私奔？你若不救他，我将不得不与他同舟共济，天涯亡命。弟弟，但是只要你救了他，我就答应与你厮守终身。谁让你永远身在此地，心系他人？弟弟，李大，你嫁来我家之后，可曾见过蒋士等？当然没有，今日第一回。是人没有，唯有儿子的眼睛会向他。见过却未想，这是见一见，当然万不足疑。你是不是想说儿子是他的，不是你的？你怎么可以？我是郎中，艺术上只有这种解释。这个问题只有陆地上的郎中才会提出来。难道海岛上的男女生孩子不一样？我不是郎中，不要问我。我问你蒋士等的事情，不要问我他的事情，我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好，你可以不杀，但我也不会去救蒋士等。快女士哦，跟他走。我要死了，才能救他的命啊！
听得子规啼，思妻思友，转不成。你与他君子有呀从久定，莫非是为呀私奔遭报应？老天爷差有眼，早该显灵。
去这一笑终生。啪啪啪！小妇人摸脑袋，世事无情，啥事情都要讲，家有病的就由他专为家，听他当真，天一亮，分他恨，怪不不听。继母真是官色官位，我佩服他呀！你是说你喜欢他？不，我喜欢的是你。我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我连死也写不好。你真的写不好？倒好了。什么？我就有机会谁把谁的教你呀！我才不要你！为什么不要？我不要写诗，我要去看你跟我说的大海，我要去看外面的世界。哦，你喜欢我，还是喜欢大海？喜欢你，因为你是我的大海，大海上有晴空，也有阴霾。先生，你能使他雾散云开？如许心爱，你的海让我生命遇了色彩，我对你呀泛舟长。的安逸与澎湃，我船在钓你抓菜，你争我争相爱呀！
不接了，理当不接了。我们知道了。哦，那赶紧追。范郎中，这茫茫山林到哪里去追呀？那报告官府，杀人犯事关名誉，财上加财。弟弟，你知道蒋世东不是杀人犯？他怪罪我的娘子，当然是。你说过要经我自己选择追不追的？我说过要等到明早，可蒋世东今日营业前来推人，分明是阴毒死者。怎么回来了？是蒋世东送我回来的。不是他，怪你走的吗？范郎中，是我怕你不肯放我，想要早点离开，他这一拦住，劝我回头，说就是要走，也要等到天亮以后，向你致了意，才能走。蒋先生，多谢。范郎中，蒋世东是个跑海的畜生，不为花言巧语，是我巧语的。好了好了，你不要再说了。是你叫我回来的，我不是说了吗？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。他是千错万错都是他错，目中有曲折大事也难辩驳，他不为儿女三心结毛难解，才料想一来而去，我今成佛。外或有偏见，不有人刮目相看。心中自责。我理当理也下子青上说江先生真穷将军立下举带其错。
中，君子之风真洒脱，他的风吹得我也几欢儿面，吹得我不语，眼睛发涩，吹得我心中忐忑，吹得我脚步蹉跎，吹得我手足无措，去何处？去何处？内外几所内外几所。外加今日设宴，送别李大和江先生。江先生，官人，你果真要放我走？我决定让你自己选择。我失业了，我可以自由选择了。李大，李大决定不走了。为什么？这一夜间，我走过了人生中最重要的旅程，是跟我一起走的。那是前半程。在这后半程中，我终于找到了我的归宿。
就是跟我走。与凡哥相守，离他离的。一个人要是过惯了落地上的生活，就没法再回到海上了，也不能再过海上生活了。夜已清早霞红，那里诉心。也在宫饮血色，心潮难平，心潮难平。刚刚外扬帆下海去南岸月，遥想云端月尽浓，蒙蒙中睁眼方知梦的空，结莫藏我无辜想起了上知夫君不离身，红花当归家深深，心旁他且他途不以为凭，痛则不痛，容我自心光明。讨海残破了梦里虚影，登山看清了我的前程。
江先生，你应该堂堂正正地走。我已造成当年为帅老大聂氏留下的份书，可以澄清那个案子，官府理应杀灭江先生。弟弟啊，恭喜江先生！恭喜江先生！你也死于了。官人，我们何不将这酒宴变成舶来与爱红的喜宴？赞啊我意！多谢弟弟。